鸡心吊内剂治疗效果分享。几个月前，这条鸡心吊内剂已经比较严重，身体两侧已经出现明显内凹了。经过几个月的治疗，分享一下成果。可以看到整个身体已经明显胖回来了，从上往下看也基本没有内凹的情况了，内剂基本已经治愈。主要的治疗方法还是英国大白片，抓不出来的情况可以药师，具体可以参考前面视频。能抓出来尽量单独药浴，大白片比较安全，可以按说明书甚至2倍、3倍剂量下药，中途不换水，重复3次就差不多了。如果大家看到鱼一直吃但就是很瘦，可以尝试一下。我是拿水桶泡的，一个水桶放入2到3片大白片，记得要打氧气，3天后换水休息一下，过2天继续泡，杀虫泡几次就可以了。要胖回来需要多喂食几个月。内剂还是比较好治疗的，今天就提供这2种方法给大家。好了，今天你学会了吗？